我的 Crybaby 啊，翻咗好久啊，要不要睇你啊？準備要開箱，我中意晒你哋，千祈唔好開到 Secret 啊！我唔要 Secret 啊，我要晒你哋啊 ！Secret 冇着衫嘅，我中意你哋有着衫。我最中意嘅係佢。Alice，第一個開到就會係乜嘢咧？Crybaby 嘅蜜蜂啊，應該係小蜜蜂啊。誒，睇先，係㗎。誒唔係喎，呢個係咩咧？呢個係鴨仔喎，鴨仔。嗰啲 design 唔錯。第一個開到嘅係鴨仔，名叫 Duck 係 Duck。第二個開到嘅係小蜜蜂，第二個開到嘅係小蜜蜂啊，飛到花叢中啊，真係好靚嘅 ，cute 嘅，水晶的眼淚。第三個係青蛙仔，青 BB 嘅，呢個色得好靚。黑色頭髮嘅，比較亞洲嘅風範。第四隻係 Cry Bear， 應該係 Cry Bear， 酷寶寶，酷熊熊啊，酷熊熊，好靚嘅顏色，比較嗰個陽光啲嘅顏色。佢名叫酷寶，酷熊。耶！第五個開到就係我最中意嘅愛麗絲啊，好 cute 嘅 love 啊，嘟嘟嘴啊，金毛頭髮啊。最中意係你啦，等我再睇下邊個係最靚嘅先。呢個楚楚可憐嘅小白兔啊，唔係小白兔，呢叫做 Cry Rabbit 啊，曲兔啊，呢度寫住曲兔。呢個顏色都好靚，手工都做得好靚，質地好靚。嚟，而家睇下先，邊隻靚先？其實隻都咁靚嘅喎，我俾呢個第一名啦，第二名係呢個啦，第三名係呢個啦，第四名係呢個啦，第五名係小蜜蜂，呢個係最尾嘅啦，因為呢個鴨仔唔係好得意，我好中意鴨嘅，其實唔知點解佢唔係好得意。但係實質嚟講咧，全部都好靚嘅，佢嘅手工，佢嘅水晶眼淚啊，尤其是 OK， 開箱到呢度啦，放咗成3年噶啦，差唔多先捨得開。OK， 你睇下嘅效果先。呢係 Secret 啦，其實我對 Secret 咧係冇興趣嘅，其實我中意晒呢隻嘅，因為 Secret 冇着衫。但係啲人係中意 Secret 啦，因為毒。啲人咧係會中意 Secret 啦，因為比較少嘅巴仙率有啊嘛，所以比較 limited edition。OK，Hello， 好 cute 啊你。